帅，你最近甲好好爷妈拢讲有笑咧，你是最人有意思咧。你靠晓啊！夭寿过咧，这个话你讲来出来，你饭会使乱食，啊话袂使乱讲咧，讲到会死人的，知无？好好爷阿妈袂歹啊，你准备退休啊，对无？应该你照顾啊。你看，好好叫一个肥嘟嘟。我吼，真10几年哦，安尼欠长内多的钱哦，我甘问含退休金3个来去越南带迄个17、18岁幼起的，等来做我卡赢。你叫我去带好好因阿妈，我是要带等来厝要菜心的，是不是？你若甲好好因阿妈做伙，你就是现成阿公呢。我恁阿公啊，我恁祖公迄条无。好啦，你毋是要找校长？校长进办公室啊，今日找啦，还是校长会杀掉恁呢？你当阵哦，你啥物代志拢好做。我无食阿歹啦，好啊。无食阿歹，拢走外口偷食的。头家，我喺地下室吼。莫阁甲我讲你换所在。啊，无所在，我这个教练是要哪教？敢是我找你来做教练？我做了嘛真好啊！我替校摕出一金牌嘛，无你漏亏啊！啊，你即摆是毋是教练？问题是，我是无摕牌，你就甲我赶到地下室啊！安尼无选手是要哪练？人愈来愈少啊！好好做啊，爱放伫个有希望的所在。啥意思？当初是你阿兄甲老教练来拜托，我才勉强安排你带学生仔练身体啊。啊，即马嘛安排一个校工互你啊，你阁有啥物通好要求的啊？唔免去独做出来。较稳的，较稳的，莫急。等，你按开车无啊？你不看这有人了？是陈教练，我停在这里呢。这当时变列位。我一直都是停这里的啊，是你们学生自己跑过来这边练的呢。哦，老师啊，歹势啦，啊囡仔都无所在吼，啊通我练习，啊我嘛有甲校长讲，校长嘛答应，你外口小找一下位。不行啦，我之前一直都是在这里停的。外口遐侪位你唔停，你硬要停去吧？好。对，有一个开喙啊，你去停一位，哦，有法吗？哦，好啦，老同事啊，我们都老同事啊。你们这样真的不行呐！哦，这样也给他欠你啊。我等来啊。好。你当时要找头路啊？要找啥头路？我就听人讲全集队要改线啊。听谁讲的？阮都拢练了好好啊，谁哪要改线？该个算啊。用免洗车就好啊，你遐洗哦。
阮嘛搁咧问啊，问讲哦，咱当时要结婚，想无嘛，爱等我较稳定咧啊。安尼是当时。等我变正式的教练啊。是安怎做教练就遐尔重要？因为我无想要甲阮阿兄共款。咱当时会当甲你阿兄做伙食饭啊，无代无志是要食啥物饭？啊，着足久无看的啊。好啊，啊无你安排。好。阿丁啊，你是去遐打卡无？阿丁啊，帮我看卖，迄大裤仔甲落骹的新来的，啥款？大裤免看啦，会减肥的，看落骹就好。刚好都摕牌，有牌才好做交代。过2天，过2天啊，差不多。啊，若是吹落敢有机会。你看，我们先看一下这2个宗教的共同点，请看30。各位老师，我们学校总共有5个校队，有跆拳道、手球、足球、篮球，还有拳击队。因为学校的场地有限，经费呢也没有那么多，所以下个学年度呢会删减成为3个校队。大家看一下啊。看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？这上面写得很清楚。校长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删减的标准是什么？按照今年比赛的成绩做参考。所以是看摕奖的数量呢？上好你会当摕金牌，你就免摕足一奖。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刚才我报告的，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？阿姐，要几多？我物件等你放。我甲你斗3工，免钱的。免来佚佗，我无可能甲你练过的。我也无讲要练。你喙无讲，写在你的面的啦。你即摆我对调调啥啦？恁爸最近头过跳，叫伊去啉较少的。那，摕到2个啦，啊，我对啊。回去。哎呀，我物件先放车顶哦。来，咱规工甲恁招啊对调调是安怎？是你是要拍拳了？无啦，我叫凯帮我搬器材啦，我袂甲教啦，你用心啦。啊，卫生纸甲洗碗巾你有买无？我等你去买。
规工炸遐物件囥我后头是囥什么意思？我明仔载摕去卖掉啊啦，你放心啦。钱要分我无？卖掉就分你咩？我关门啊啦。啊，一先来转哦。阿姐啊，是安怎？阮爸无爱互我练拳。是为你好啦，惊你受伤啦。啊，摕去买，剩的互你。莫互恁爸知影，知无？紧去。地方哦，我今仔日伫阮阿兄家啉酒醉啊，我无要转去。好，好，拜拜。我弟，你等下甲好好对吧？好。好好把较暗的啦，手甲袂去接着啦。安尼啊，好好因阿嬷来把我斗啊，啊惊伊受伤啊。因阿嬷哪会去找你啊？安尼伊一工我伫校门口咧做交通车，啊因阿嬷看到我，就过来甲我开讲。啊因阿嬷讲着好好咧拍无胜负的代志，愈讲愈激动咧。我话吼，你上届吼，莫甲伊操啊伤忝。无免咱操是我的代志啦，甲你请地代啦。我是好心甲你讲的，到时你人啊减少，你用思考咯，你着知苦。好心阁有雷针，安尼生活过就好。你先莫练啦。站好！叫你们罚站，那边动来动去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头顶。开啊！先来小吧。林先当手。够理由哦！啊，学校无老师呀，因先动手你就拍人。头顶，歹势啦。袂啦，这拢陪我上啦。我看应该是无啥物代志。啊，你这单你会当去写写。啊，因家长，我才打电话去一个啦。好。改啊，行。啊，你一摆一关啊？哦，情书呢？这早笑哦，这跟你相拍是有啥关系？两个是干哥哥。这足无聊的呢。你一个拍两个啊？我比伊较济。你有发到米？因那用考的。我甲你讲哦，恁爸较早甲你无姓旧哦，是要你冤家相拍的，听到无？嗯。
过全部练过。嗯。你后礼拜来找我。较早，恁爸嘛是咱学校木星谷队的啦，成绩足好的，规台湾找无对手啦。高中的时阵哦，就摕到国手的资格出国比赛。有人讲吼，伊就是出世要来摕冠军的啦。不过，伊甲出国比赛，条件无好，毋知是安怎，可能伤紧张有关。伊无小心哦，食着对手的重棍。伤着头壳，尾啊，伊就变安尼啊。爸，爸，啊啦，咱下要去倒啊？等下搁去收另外一张就好啊啦。啊，你不倒腰呀？无啊。阿兄，我来啊！啊，你冲这管伊，毋知恁会哈无咧？嘿，要几点啊？即摆来？啊，就去穿好了的咩？哦，你两个真啊怪怪的，啊？常常要招食饭，是要讲啥？无啦，就丽花讲吼，足久有看到你啦。专工吼，全就管要你啦，叫你秘鲁啉较少的啦，这是袂倒？哦。哎呀，迄凯啊吼，一直甲我录啦，讲伊要拍拳，今日生气，叫我甲你讲者。阿凯啊，你家领阿一路啊？你喜欢拍拳啊？先食饭啊，今仔大家喊你食饭，吓，啊，先食啦，先食，吼。哎呀，较做天分的咧，整着你啦！我甲你讲，我调一个，我哪有得金牌？来，请食饭，请食饭啦。哎呀，我去看卖啊！食饭要讲这，听你讲这我就饱啊。阿兄，今日传的拢是你上爱食的。阿峰讲你上爱食这鱼刀啦，试看觅。啊，你是无听着伊讲伊食饱的哦？食饭。即摆是安怎？无欢喜就要走的哦。啊安尼啦。啊！
最近伤忝啊，你莫甲伊计较。是的啦，阮先来顿吼。恁两兄弟仔食一顿饭，敢有需要安尼？你去问伊啊。阿凯想要拍拳，阿兄是安怎遐尔啊生气啊？讲了会头疼啊。莫食薰啊！行。你不都要加？加，你无迄个才调啦，我看人真准啦。我问你啦，做水电难怪叫你成师傅，你拍拳是通叫啥？啊，安怎？你像我安尼啊，规身躯拢全伤，啥物拢无用晓，你家己通想啦。拍拳，当作你是我的啦。你尻前有阴谋，我毋知。这个事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迄泡茶桌啊，爱较宽，上少爱坐8个人，后壁啊爱有一个橱啊，会当放我的茶果啦。哦，安尼你甲我估计看卖，拢总爱偌济钱，互我知者。感谢。头家，买新厝哦，恭喜呢！啊，你买咧倒？头家，啊，阮迄个练习的所在啊，敢真正无倒桥？你无信过哦，上无需要空间啦。啊，无我问你，你即摆学生有几个人4个啊。骹球队10几个人，你是要安怎训练啦？归去啦！你甲跆拳道甲做伙啦？跆拳道学生哦问题较济，你若有法度哦，你甲斗处理。这件代志哦，我来瞧。迄跆拳道是用骹咧踢，啊，阮是用手咧摸，是免哪夹啊？你毋是正式的教练，是安怎意见遐尔济哈？啊，迄正式的做的代志敢有我济？我搁爱兼司机呢。你毋是在业的，你是校工。要比赛啊，敢会当较认真呢？开下咧，开啊！你做啥怎？好啊，火气莫遐大，先提啉啦。你啥无找我？我顺来叫伊后壁呢。
是有啥物好惊的啦？你着甲冤家相拍，你毋敢来拍拳哦？你是要用什么办法，甲恁兄哥交代啊？恁爸迄边哦，我安搭好势，你免烦恼。来，大家听听，今日邀请一个来到咱现场吼，伊是陈教练阿兄，伊较早捌代表台湾去过日本做选手，来大家拍鼓仔者。其实吼，叫我来，我嘛毋知要甲恁讲啥。莫拍拳。有影我讲正经的啊，莫拍拳啊，较早放弃啊。你若真正要拍身体健康的是会使的，若要做选手吼，毋好啦，正经的。我问恁啊，要拍拳知未来？拄则讲做选手，哦，还是做教练，跳倒来做歹爽，恁敢要安尼？这敢恁要爱？这条路我足清楚的啦。下比赛是受伤的，我头一伤就是安尼啦，对一世人。我真正算好运啊，有诶较严重是死的呢。你莫想讲袂啦，假衰咧，若真正假衰，一届就好。迄就真正下课啊，谢谢不用联络。莫互厝人烦恼啦，较早放弃，正经的。你这是咧后袂讲啥？实话是讲啊，这个社会就是欠有人讲真话啦。当初若有人安尼甲我讲，我今仔袂变安尼，我头袂遐剃。你叫我转来做教练的，啊！你敢讲迄有诶无诶？到时阵若要学，我是要教见哦。是因为你是我的小弟，我才叫你转来做教练。无啥讲，甲因讲拍拳做前途的，哦，迄前途一片光明呀，用挂用天的安尼哦。啊，小你安尼讲，会受伤就莫拍。我行路嘛跋倒会受伤啊，我毋做拢莫行路。教练袂受伤啊，选手会啊。对啦，你要摕牌嘛，有奖金嘛，莫遐客气。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安尼啊啦。我互因摕金牌，因我趁钱过生活，安尼有啥毋对？讲到底，你嘛是有对你家己啊，你自私啊，你也要烦恼遐囡仔。哎，下晡来电视找我。啊，阮爸遐要安怎交代？你放心啦，恁爸迄边会处理，来找我就对啊。哦。出来！搁10个就好，搁9个。阿姐。哎呀，你先莫叫阿姐，叫教练。你听说。啊，你是要偌久啊？啊，你减袂落来，搁一直数量诶。教练，无力来啊！你是要搁90个，还是要斗10个？出来！教练要走偌久？啊！我手够酸啊，你还够大无？靠腰，我家己拢无够，我够教互你哦。可能最近毋知影是安怎头壳弄着，我明来，要求伤济啊，哪会做会了？我本来只是想要来遮拍来，早莫来啊。
你甲我讲。文法重点：形状副词，副词的比较级跟最高级，还有属地动词。我们先讲这个形状副词哦。形状副词是由形容词转成。芋头，在吵什么？老师，有人早餐臭掉了。早餐臭掉就拿去丢，不要在那边吵。坐下。林凯，林凯，你要去哪里？报告。看，什么代志哦？阿姐，我感觉我要吵。老瓜本来就会吵啊。啊，这款题目啊。这要安怎用？啊，倒位吵我倒啊？那有摸？我会摸啊，啊无你会哦？啊你敢我摸啊？摕去摸啦！我你才能公平。好，请上来。这恁爸的啦，伊用这个拳头给我差不多有15摆，即摆换你啊。你讲我拍袂好，听你话袂讲。我记得阮爸已经等着。是啊，啊毋过叫我偷偷捡的。来，手讲话，我帮你写。太有一个味。这就是金牌的味啊！呀，最后再出，上尾再出来就好，免停停都无来。哎，开灯哦。哎，那个，这个开出去，阮头才不拍人呢，你再出来，金条。对，过来，对。好，紧嘞。耶！多少时间？报告编组。几万一分？不2分钟，到了这里。我这个技术更较好嘛，无路用啦。我是文生啊。你是毋感觉足痛苦的？你的对手嘛，甲你同款，足痛苦的。等你赢的时阵哦，这个痛苦拢无算啥。文生要继续跳，继续，继续。现在你嘛挡袂牢，啊你莫比赛啊啦！较早我甲恁爸去用草的时阵哦，重量是这几60倍的，出来！你哪有摸呢？因为你准备要去食鸡排啊，你较高啊，啊其他的，拢转去啊。你要用手交给我。阿凯，我甲你讲，拍拳哦，其实足孤单的。啊，咱人哦，本来就孤单啊。不过哦，你孤单的时阵，敢若想着家己尔。若无队友甲教练，你无可能靠家己去拍拳。对，过来。对。对，过来。
弟会一起被夹带着进到流里的水下，将来擦也擦不到，就可惜了我们美丽的新厨房。说完，低下头。陈明凯，起来，下课到办公室。在水桶内洗净了抹布，继续擦拭着。老师，跟你家。凯，作业呢？册包内底。肯摕互我。免教我了，我嘛无写。你逐工拢安尼。陈明凯，第几次了？上课都在睡觉，那你放学回家之后是都在打电动是不是？怎么都讲不听呢？杨老师，明凯最近都会去工地帮他爸爸工作，可能太累了，不好意思，这请你喝。没事的话，我就先送他回去。看，看，不好意思啊。你啥物时阵还开车的？啊，都差不多甲你共款啊。国中的时阵啊，你若讲甲我教，敢会使甲我教？你毋是想开快手啊？你免开车啊？啊，你敢会晓开快手？也无共款。差不多啦。很多路花咧啊，油门站就惊啊。你看，安尼有无？双手放个松松啊。啊，动就安尼啊，简单简单啊。门牌咧门口，温度紧张起。哎呀，我都要去教阿凯开车啦。在拍过啊？对。你，这是安那啦？你怎么想啦？那完了。你可以拍过了？无啊，想甲你讲的。老师看来打我啦！想甲我讲，你娘嘞！你别讲我，你无信道嘿哦！啊，你娘啊！你啥啦？你莫因为你家己的问题影响别人好无？只要伊若想要学，我就会甲教啦。你要学的哦？你想要学的哦？阿凯啊，出来！来！较细声的啦。你要学的？你要学的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要对人家拍拳哦，千万烫啊啦！你也跟我拍拳，你试看。你听到无？你嘛是个笑哦！你有听到无啦？啊笑啊！对哦，本来还阁去酒痟啊，我无要转去。
帮我推吧。你今仔日会使来考载无？看下有无啊？我若有我就去来载啊。还去啊？阿伯啊，你办？我吧。哎，免紧张啊，拍就对，知无？拍精神啊 ，boss。开，拍等伊啊，开，开，免惊拍等伊。开啊，找机会拍等伊，莫惊找机会拍等伊。你惊啥？啊，开啊，你惊啥？你拍就对啊啦，对，拍等伊。开啊，放个伤里面，我要拍等伊。有这样子打，全快场。开啊！开啊！你惊啥啦？对，拍等伊。莫惊，莫惊。开啊！你惊啥啦？开啊！过来！开啊！开啊！先扶我开去休困。还有吗？小心哦！你要拍对球啊？上紧急的啦。跳遮紧。佮差4公斤，拍算要减重。一个减伤济会受伤啊。开，你别遮山，我无想要练啊。是安那样？我感觉我袂使啊。你对我来。喂，咩痛？去坐一边。但免紧张啊，这条路伫顶，油门后就到站，就直直行就好啊。挡啊先站的。手动放掉，伊也拍了。好，当我放掉就行啊，方向顶爱拍。到我站，嘿，免急，直直倒。站油门试看觅，到我着，较慢的，用油门去控制。注意看头前，你随时拢要注意边仔敢有人还是车，还是专心的。做啥物代志拢共款，不管是拍拳还是开车，拢要做专心的。手莫出力，放轻松，这是欢的。
要活的时阵才出来，你伫行迄阵看伊就好。大人丁啊，当啊大上用啊！我昨暗就甲你讲，爱送，站当的时阵送啊站，甲上尾车停稳了才站无死。出棍的时阵嘛是啊，出的时阵送，甲上尾时阵才站无死。道理是同款。来打洞，头打，水哦，停了袂歹哦，会当阁愈好。怎？真简单吼。搁差3公斤啊！对今日开始，暗时8点以后不准食物件。好好，换你。超棒啊啦，落来啦！你哪阁变重啊？速度，搁30秒，连续压吧。比赛剩无1个月啊，动作做出来，较标准的。来，1、2虎骨压吧。动作做出来。1、2，向，对，接，对，过来，对，对出去了，压拍起来，来，过一个，等了。水果。等下。你代替阿兄签名，互阿卡比赛，安尼敢好？等凯若摕到金牌，拿到奖金，伊就来感谢我。你确定？即马无时间想遐济啦。
对方甲你较悬，球开拍，莫我球，知无？助手队。帮他上来。第一回合开始。卖好一百，卖好一百。叫开！叫开！哎，叫开啊！水啊！踢！叫开嘞！喂，不用退，不一样好了，不要了，我手放得准的。开头。你在拍啥？我不是叫你扭开，我不是叫你卖好几摆，爱啥吗？你无靠，你无想要赢的啊？你想要赢无？要赢无？背着认真拍，莫想别行，会记？伊只要几摆，杀出去，知无？爱球。助手队。第二回合开始。第二回合结束。助手队。第三回合开始。掉！好一架条，扭开！看，别看，看啊！卖好一架条，扭开！扭开！卖好几摆！啊，你掉啊！追！过来！追啊！比赛结束。放生！送无？不过你这伤吼，若有恁老爸看到，错屎的。你先帮我摕。你回去吼，喙炎挂好，莫摕落来，知无？不过安尼才虚荣。后时阵就要拼金牌啊！你是要去外边拍？我要拍。要拍就挂好，挂较悬，知无？来，唔莫搁输啊啦，用双手啦，你讲咧数量。烦我，你会当是烦我。哦，来，大家拢安尼，临时你见要打找人啦。哪一期啦？
回来啊！来来来，你这边看咯。啊去啊，大只大条，紧打电话啦！你去用啊？喂，伊人喺倒？小张的啊！阿兄，阿兄，阿兄哪里来啊？阿兄，你来学校是要创啥？我咧就是哦，我们一个一个来解释。你们两个去下，你去谈。走了。真理，真理。你用你好像要胸口啦。是宇宙最真实的存在，它是最终极。你在冲啥？啊！干你啊！啊！你干什么来呀？冲啥？你是来在哪里啦？你即摆去找校长，你是要好无头路哟？叫你莫想干拍，你听无的啊？你敢知影凯我讲啥？伊讲伊若摕到金牌，领到奖金，爸爸就免那辛苦。我干你啊！你莫搞做这啦！好啊，收过分啊啦，为啥？来校长室。嗨，蛋瓦姐，我嘛袂写。比赛啥物时阵？拜六个，你拢袂惊？你来练就知影。阮母阿妈袂互我去啊。你会使来看我比赛。我爱去补习。网络有直播会当看。叫明凯啊，弃权退出比赛。阮拼到要死才拼到铜牌，后一场就金牌啊！你一句话就安阮放弃哦？叫你放弃就放弃，你讲啥？这是我的决定，听我的就对啦。你若毋是因为受伤，你敢会放弃？较早咱咧比赛时阵，你常常讲无人会当主动去摕金牌，为什么即摆你要主动恁囝？敢也甲剩一步尔，就剩最后一步尔，你敢袂当替你小收者？莫叫我去跑去。行啦，我载你转。我想要比赛。好好叫你弃权啊！恁爸因为这件代志嫌我够避免，你是要拍偶像看？我无想拍偶像看，我就是想要拍。你为什么想要拍？我敢若会晓拍拳尔，功课我也袂晓写啊。
你若甲我共款，我嘛干那拍拳尔。除了拍拳，我嘛毋知道可以当创啥。你真正想要拍？最后一场，咱做伙拼看卖。啊，毋过要拍都爱赢，知无？行，就这。哎，大哥，大想要再赢啦？免啦，足劲的呢。直播下看，搁要去现场。人家敢看，阮是到尾去食冰。啥？到尾去食冰。食冰。好。饱了饱了，猪毛食较济啦，好行好行。好啦，再加些。物件拢早食吼，行。到时门口较敢若种起来，种规完。倒一卡。你受伤拢毋免讲你，安尼是免哪比啦？对我来了。阿兄，你要找阿红哟，伊无伫我遮呢。毋是啦，我是来找你的。哦，我等下出车呢。对啦，你讲你好好甲伊拍，甲你回息嘞。袂啦。主要是要甲我讲什么代志？阿兄，阿峰是一个足认真、足拍拼的人，做遮个代志，嘛是为着你，为着阿凯好啊。这几工啊哦，伊拢无转来厝诶，拢来你遮过暝，就是想要甲你照顾。拢安甲你讲，啥骗啊？连这个骗。啥物甲我骗？入来，遐济，我看卖。小弟哦。你受伤是安怎无甲我讲？我惊我讲，你就无爱互我拍。真假你是免哪拍啦？嘿啊，莫拍。我要拍。这个拍落摆骹，你知无？我要拍。你即摆是听无哟？这若搁拍落，后摆连行路拢是问题啦。确定？我是感觉你两个袂适合，后边陪警察伤济啊，去看到老爸老母拢无伫哩啊，我某嘛走啊，你无共呢，恁爸爸妈妈拢医生呢，
我拢做工仔人哦，要配你会记啊，我连品质都摕袂出来。阿兄，我无安尼想啦。我知你无安尼想啊，莫甲浪费时间。阿兄，我敢若是想要开家伙啊，欢欢喜喜的。知伊带来福气啊，交到你这尔好的女朋友，替想甲安尼，感觉你实在吼，实在我嘛无应该安尼讲家己的小弟，你敢知迄外口有查某？唔知吼，当伊来骗，这件代志我嘛甲你回实咧。哎呀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时间差不多啊，我伫袂胡乱的啦吼，家己好好想看嘛，要顾家己啊。药安那煮落，若互发现，咱有可能一世人拢袂当阁拍困啊！你真正要拍？我要拍。好。来，卡起，卡啉奶。胡丽姐，红卫奖出拳，强势的。我讲你真无听到，他球这有什么细节呢？小宝，这个比赛是要鼓励学生啊哦，啊，这摆学生来要比啊，你无要比安尼敢对？当然咁好玩，哪酷！你即摆脚受伤，照我伫车顶甲你讲的，先守就好啊，知无？加油！ pass。第一回合开始。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手会倒。免急。对对。冇紧冇紧，收掉收掉收掉倒，莫改变莫改变。结束。我甲你讲，等下上尾叫的时阵，对手就无力啦，上尾叫才拍。等下继续安尼保持就好啊，知无？卡会疼袂？助手好。第二回合开始。收会倒，收会倒，免急免急免急，对对对，找机会就好啊，莫改变莫改变。
水，两机会头，四位两机会头啊！好拍我紧，好拍我紧，好拍我紧。够好，够好。来，这几位同事，你看嘛呀？来，干嘛？哇！阿看，过来！我不会乱，好，要把快开出来了。怕啥？赶紧过来，干！这个讲都没听啊！哦，你先了，阿看过来，过来。好啊！你看到？你在比赛嘞？专心没？我跟你讲，这手已经无力了，最后一个练习代表。吃来阿爸，这步恁爸我教，你就教，这摆换你，你来了拄啊好，证明好看。Go！ Pass！ 人拢讲恁爸是冠军命，是天才，迄是因为伊拢无看到伊私底下有偌认真啊！你敢知影？伊看阿爸一工会当练几千个，你若要赢，就爱比恁爸较认真，爱拼，知无？ 哎，阿兄，恁校长敲电话话讲阿凯有检啦，这是安怎？什么有检？以后开先生做哦，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大家母弟母教啦，师母啥小啦，拍拳拍甲有检，
创啥啦？你这边哪里来？刚找无你，你逼我呀！会方，我在你内底，开门啊！开门啊！是不是你去捡的？喂，好，我即摆睡过。陈教练，我甲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来替明凯做检验的谢委员，专工来甲咱斗相共的啦。你好，这。来啉茶啦。委员，是毋是爱请阮局长甲你敲一下？别，这种小可代志吼，嘛免麻烦局长啦，已经交代过啊。啊，上来要安怎处理？一般上好看的做法吼，是过磅的时阵，小朋友体重写毋着，啊，这种代志嘛，常常发生啦。啊，瞧一下，软一下芳，应该是交代会过。只是代志不到大家拢知影吼，是有较麻烦啦。啊，尽量尽全力啦，吼。了解。陈教练，你是代表学校这边啦，我无希望你出代志。你若想哦，继续伫咧学校做教练，小等要安怎回答，你应该知啦。委员，请坐，请坐。校长，需要这哦，这来这，爱看就好。教练啊，我遮几件代志确定一下啦吼。恁兜的选手受伤啊，你敢知？我毋知影。你毋知啊？啊，你训练的时阵敢有操过头？运动本来就受伤啊，我无操咩那样。啊，伊受伤要甲你讲，较正甲大完，伊无讲你拢毋知？我毋知。伊有咧食药啊，你敢知？无听伊讲，我毋知影。来，爱确定哦，你真是毋知？是讲吼，教练真严格啦，啊囡仔嘛真认真嘞，啊拢靠家己啦，哦。是啊，学生哦拢做拍拼的，做拍拼的。我确定，阮阿凯也袂为着比赛食药啊。好，你确定就好。是啦，是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啉茶啊！凯，歹势。我载你转去。
别拍我了。较会疼。我真正唔知影，爸爸唔知影要安怎做。这是对你好。爸爸，我感觉家己足失败。是这，其实我嘛错我家己，你知影？我拢感觉讲你今仔会变安尼，其实嘛是我害的，你知吼？
住每一刻，我抓住每一个所有的可能，不放弃每一刻，不放弃每一个，成为了完整。就算世界枯萎而掉落，就算美好搁浅而沉默，谁也都带不走的那本书。自己的绚烂，放下过去后悔的痛，走过了迷惘、绝望、惶恐，引领我曾有过